其實馬拉松式嘅長跑對小朋友身心嘅發展都非常之有益㗎，可以鍛鍊身體，亦都可以鍛鍊小朋友嘅耐力，一舉兩得。跟住落嚟嘅時間，我就會示範一套簡單嘅熱身三部曲。第一部曲慢跑熱身，要求你哋慢跑1至2個圈，由慢至快，等身體咧進入一個運動嘅狀態就已經 OK 㗎啦。小朋友慢跑完翻嚟之後，到我哋熱身嘅第2部曲靜態熱身，我哋做伸展動作，但係我哋由頭伸展到隻腳，每個動作保持15至到20秒。喺伸展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感覺到有輕微嘅拉扯感覺，但係唔係要過分嘅拉扯，感覺到痛嘅。到我哋熱身嘅第3部曲動態嘅熱身，第一式爬地。要求你哋抬腿去到水平，跟住小腿向前送出，主動用前掌爬落地下。第2式我哋叫提膝跑，亦都叫抬腿。我哋要求提膝至水平，強調步幅要細，頻率就要快。好，第3式我哋叫車輪跑。咁我哋咧要結合翻頭先爬地同埋提膝跑嘅動作嘅。咁我哋開頭可以做抬腿先，加埋有一個踢腿嘅動作，跑住出去做就 OK 㗎啦。第4式叫後蹬跳，叫做跨步跳。跳嘅時候好似羚羊咁樣跳，前腳就要提膝至到90度，後腳就要蹬直。好，我哋而家做一個跑步姿勢嘅練習。首先，你哋而家前後腳咁企，手我哋就大概90度，有條中間線咁樣擺手，頭唔好過下巴，落嘅時候唔好過腰間。至於落腳嗰方面咧，就唔建議你哋抬頭腳咁樣落，建議翻你哋係全掌咁樣落。咁我哋一齊參加麥當勞兒童愛心馬拉松啦！耶！